今天又来到乔一餐的单元了，我们来到一个石头火锅店，我们来问一下这老板可不可以让我用剪头发换一餐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发型师，今天想要用我的长头发跟你换一餐，这样可以吗？换一餐，这样剪头发跟你们换一餐。那帮轩轩剪好了，帮你同事剪吗？对，顶部的头发会比较细一点点，这边的头发比较厚。今天就是会帮他把侧边这边的厚重感先拿掉，分区完之后再帮他稍微抓一下头发。我们来看一下改造完会差多少。前面刘海我都用不动，我把它往上拨之后，让它两边是稍微衔接在一起的。我们来抓着头发，看一下会差多少。揪作业时。那今天帮轩轩改造完，他可以换一餐吗？可以。那你有没有点一个半筋半肉？都下去只要算3秒。我来沾一下它的特制沙茶，非常好吃，很够味哦。好胖，我觉得它的汤底真的是很浓郁，这个是那种浓厚系的汤底。如果你是火锅控啊，台中这家一定要来，真太好吃了。